校長講故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中華基督教會馮良傑紀念中學黃偉山校長。最近睇一套電影，主題係有關於救護員。套戲非常之好睇，帶出咗救護員工作嘅意義。套戲令我諗起一個做救護員嘅舊生，佢畢咗業都有10幾年啦，但我哋都仍然係保持聯絡。佢無論係結婚啦、生小朋友啦、升職啦，都會同我分享。記得有一次佢同我分享工作上邊一啲難忘嘅事情，就係去到一個伯伯嘅屋企。當時伯伯已經係跌咗喺地下啦，並且失禁。咁我個學生幫佢簡單檢查完之後，發現冇即時嘅生命危險，佢就問伯伯：我不如幫你清潔好唔好啊？伯伯當時就眼泛淚光咁樣點頭。於是乎我個舊生就幫佢清潔，換咗條乾淨嘅褲，跟住就送佢去醫院。我聽完佢嘅分享，我個內心感到好溫暖，亦都好感動。好感動嘅係佢唔單止將份工作視為一份工作咁簡單，佢滿有愛心，滿有同理心，顧及到別人嘅感受同埋尊嚴。我好為到呢個學生而感到自豪。記得細個自己都好好彩，遇到好好嘅老師，會令我諗起就係小5嘅班主任啦，同埋中3嘅班主任。佢哋係好好嘅基督徒，佢哋嘅言行啦，深深影響到我。記得我細個嘅時候都好似我呢個舊生咁，都好中意揾自己中意嘅老師傾偈。無論係開心嘅事啦，有煩惱嘅時候啦，都會揾佢哋。原來老師嘅一字一句，同我哋分享嘅事件，同我哋分析件事情嘅時候，原來價值觀係已經係滲入喺我哋當中。人生有好多好重要嘅決定，而往往每一個決定都係受我哋自己嘅價值觀嘅影響。所以正確嘅價值觀係非常之重要，而老師就往往擔起灌輸正確價值觀俾學生呢一個重要嘅角色。